镜头来看立法院顶礼拜五，因为国会改革的法案在原街相拍。国民党的立委陈清辉，佮有提告民进党的立委郑嘉宾性骚扰甲故意伤害。这项引起争议的国会改革法案，今仔日要个继续审。早起立法院三党团已经到场要来继续相答。因为总统赖清德昨是呼吁国会少数爱服从多数，不过多数嘛得爱尊重少数。我们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，让大家为我担心。身躯下户由国民党立委陈清辉控诉，民进党立委将嘉宾暴力性骚扰，因为17日立法院调影发生严重冲突，将嘉宾某陈清辉上卡上国际媒体，伫真侪女性面代陪伴陈清辉29北院提告将嘉宾性骚扰甲故意伤害，批评民进党口中的兵权是靠拳头某制造的。给所有还想使用暴力的民进党的人一个警告：国会不是靠挥拳头，不是靠武力的地方。是要讲道理，是要数人头，用暴力打人，我们一定告。乐见司法完整调查，以厘清事实，平息争议。立法院日要继续审国会改革法案，总统赖清德5日控就职演讲讲，立法院少数服从多数，多数尊重少数。不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民进党袂记哩少数服从多数。党团总调鲍坤奇表示，是不是会当编好审查，就看赖总统的决定。我们希望在明天朝野携手共同来通过，而不是拳脚相向。民进党再次用暴力来渲染我们的国会。国会是不是搁发生冲突？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、法立法院长韩国瑜重新协商逐条讨论。你好不容易能够有幸当过立法院长，你可以把整个国家毁掉吗？只要是你讲一句话，1秒钟休息协商。希望民主进步党不要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，等到拿到行政权的时候，就希望国会只是一个橡皮图章。不过，真侪公民团体已经招议要主持立法院抗议拿白秘密作业。对这代志，王国昌表示尊重，强调所有法案讨论公开透明，会务实推动国会改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